然后整个战争结束以后，那个男的回来了，可是他的这个女的就是兵变的嘛，这也是兵变的一种嘛哈。然后这当中曲子里面就会听到男的跟女的对话，我当然用吉他音色来表达男女的那个对话。然后结束的时候用一个没有结局的和弦，就这样大概用这样来表达这首曲子。听起来感觉有点凄凉。结局的方式来弹，到底是什么情形？震惊到底是咩样弹？来听好吗？